我们要撤去旁边的废市场。让我！别激我！进去！躲起来！打野我！追来了！ 兄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队长，我们在广场被困住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只要有机会，带着所有人从后方的人质营撤出。收到。你怎么办？我在想办法。记住，一定要确保邓卫的安全。 ودعي تحت السراب قتل النصر